啲乜嘢？我一出世就係咁，就算錯都唔係我嘅錯，點解咁樣玩我啊？係游水令到我有存在感。無論遇到乜嘢困難，都要去揾方法去解決，逃避係解決唔到嘅。凡事都係有可能嘅。我係全澳10大傑出少年，我係黃子欣。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嚟我哋小編輯嘅頻道，我係特澳小編輯張兆成。我嘅歐人燕。我哋今集採訪嘅嘉賓可以講話有咩風浪未見過，經歷過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嘅手術，擁有住比鋼鐵人仲堅強嘅心去面對各種挑戰。大家估唔估到係邊位？就係本澳游泳運動員黃子欣小姐。我哋事不宜遲，馬上去片。子欣啊，都請你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啊，等我哋啲家庭觀眾對有啲初步嘅了解啊。好，大家好啊，我叫黃子欣啦，之前就係喺特澳做游水運動員嘅，咁而家就退咗役㗎啦。我而家就係讀緊大學，讀緊社工系嘅。先天嘅缺陷為日常帶嚟咗啲咩挑戰？其實先天嘅缺陷，其實對於我嚟講就係一啲日常嘅目光啦，因為始終自己同出邊嘅市民唔一樣啦。咁其實我自己就可能同啲同學會特別啲啦，或者啲眼光有啲唔一樣啦咁樣。但係你話日常生活上，其實我自己就冇乜嘢，只係自己係點樣去適應嘅啫。我覺得就係。子欣啊，你當初你係點樣接觸到游水呢個運動項目呢？同埋點解會愛上咗呢個游水呢個項目呢？其實當初我接觸游水咧，係因為要做物理治療，因為山頂醫院有啲水療嘅治療啦，咁樣跟住就慢慢認識到原來游水係一個全身性嘅運動啦，咁樣，所以就慢慢再游喺特澳嘅大眾班啦，再慢慢可能教練見到我呢個人係比較有少少天分之類咁樣啦，咁就慢慢召我入去游泳隊，再一步一步做咗運動員嘅。咁你話點解我會中意游水呢？可能初中嘅時候，始終壓力讀書都大嘅，自己又同其他人唔一樣啦，咁樣比較中意係水入邊嗰種無聲同聽住水聲嗰種好舒服嘅感覺啦，同埋當你一日返完學讀完書上壓力，帶住啲壓力去到游水嘅時候，你就將呢一大咁大嘅壓力就發泄晒喺個游水嗰度咧，你就嗰晚就會好好瞓，係啦，咁所以從此之後就好中意呢個模式啦。咁游水對你咧身體有冇變得強壯啊、健康咗？咁就一定係絕對有嘅。其實我以前喺未游水嗰陣時候係成日病，去成日睇醫生食藥咁樣。但係其實游完水之後，我自己嘅抵抗力係真係好咗好多嘅。冬天17、8度或者18、9度，其實可能已經着緊外套，我係仲着緊短袖衫嘅，係啦。又或者真係病少咗好多好多嘅。子欣啊，你喺游泳訓練同埋比賽當中有啲咩印象比較深刻嘅事？最深刻咧就應該係大概14年嗰陣時，我要經歷2個比較大嘅手術，即係幾乎有可能係之後係游唔到水嘅，游唔翻水嘅。一個係脊椎側彎啦，即係條脊骨歪咗啦。另一個就係個盤骨甩咗啦。咁就要做一個手術去將佢冚翻埋一齊啦，咁樣。咁其實呢2個真係比較大嘅，就因為關乎於骨骼嘅嘢啦。好彩嘅嗰陣時休養咗大概1年度，我就係可以游翻水嘅。咁如果你話喺比賽當中就係應該大概好似 around 係20年咁上下啦，真係練咗10幾年啦，將近差唔多18年到19年咁上下，真係先真正攞到一個比較認可嘅獎牌，嗰陣係攞緊第2名嘅。但係對於澳門或者對於我哋嚟講，係能夠喺澳門比較認可或者喺政府比較認可一個嘅獎牌上面，係真係好難得先去攞到一個咁嘅獎牌咯。子欣嗱，你喺求學嘅路上啦，有冇遇到啲咩挑戰或者有啲咩唔理解嘅地方啊？有冇？而家讀緊書，因為我係讀聖若瑟 USJ 嘅，
正常係應該用全英教學嘅。咁其實我自己嘅英文真係有啲差嘅，係啦，冇錯。咁但係佢今年就好彩，第一年可以用翻中文教學嘅，因為我自己係小學5年級先開始學英文嘅，係啦。咁所以可能我哋就比較難啦。同埋其實我讀嘅科係社工啦，咁所以都可能有啲師兄師姐都會喺度，都知道係會經歷過好多唔同活動啊，或者可能要出去好多唔同周圍走啊，或者好多講座啊，或者好多交流，要先知道哦，原來呢個社會係有啲乜嘢需要，要再去改變啲乜嘢會令到呢個社會更加好咁樣咯。呢個係我哋需要再努力嘅部分。哦，咁而家開始話英文有冇都要多啲進步啊？都算有嘅，逐少啦。因為我自己都私底下其實都有去學翻好少少英文嘅，就自己由小學嘅知識再慢慢進修再上去咁樣咯。好，明白。當你知道自己有先天嘅缺陷，你嘅心情如何？又係點樣面對各種大大小小嘅手術？我知道我自己有唔同嘅時候，應該就大概係初中嘅時候，係大家相當調皮嘅時候，係啦。咁會對唔同或者對於自己係一個正常人，再見到一個係同自己唔一樣嘅時候，就會出於好奇心，就會開始有啲唔同嘅玩意出嚟啦。對於我嚟講係唔係好能夠接受嘅一個玩笑啦咁樣，咁我就先至開始發現自己原來我真係同人哋有啲唔同嘅。當初嘅心情嗱，我當初係初中時候嘅年紀係真係唔開心嘅，我諗緊點解我係同大家唔一樣呢？但係當我到大下去經歷再辛苦完呢幾年嘅年輕嘅年紀時候，再諗翻唔係嘅，其實我幾 enjoy而家我同人哋唔一樣嘅經歷過，即係覺得好彩我係有經歷過呢啲咁嘅事情，又就我經歷過我而家同人哋唔一樣，其實知識上係有進步到，可能或者我問翻你哋，其實你知唔知？如果一個人唔能夠正常去廁所嘅時候，有啲咩方式可以再去廁所、去小便嘅時候？如果譬如喺街嘅話，咪攞啲膠袋啊，一係或者啲咩嘢喺個叢林啊，定係咩遮住咯？都啱嘅。但係呢個喺叢林係能夠喺我哋嘅膀胱功能正常下，個腎功能正常下先能夠去到噶嘛。但係我係兩樣都個功能係唔 OK 嘅時候，我係需要再用一啲另外嘅輔導嘅用具，先可以令到我去小便嘅時候，咁呢啲可能係我要經歷過先會知道，可能你哋未經歷過嘅時候，你哋就唔會知道咯。所以其實你話心情，我而家嘅心情係完全係好平靜，我覺得係好慶幸，即係萬里挑一嘅，真係。對於我嚟講係，咁你話我真係經歷過大大小小手術裏邊，即係我自己真係話晒都經歷咗差唔多7到8次手術啦。我自己頭嗰幾次真係其實唔係好知道咩事嘅，我就係知道我要入醫院啦，我又要經歷一啲事情啦，好啦，我又出翻嚟啦。但係可能後邊嗰幾次，尤其是啱啱講到我可能游唔翻水嗰幾次啦。係真係知道原來我係真係痛嘅，因為始終係做於骨骼嘅手術嘅時候，要好翻係差唔多講緊係幾個月甚至1年嘅時間先會好翻。嗰陣時仲要係啱啱做完手術，然後仲要限制打止痛藥嘅時候，我嗰陣時做完係真係喊住同我阿媽講，我阿媽都望住我，辛苦你啦，真係我寧願呢啲痛真係我受。我媽咪係咁樣同我講，我自己係其實。做完就算啦，即係可能就算我接落嚟真係可能有啲再大啲嘅手術要再做嘅時候，雖然可能係做完會自由啲，會鬆啲，但係有咪做咯，冇咪唔做咯，係啦就。自己係有啲咩力量啊，出晒人啦或者事啊，去支撐住你啦喺背後，等你唔放棄啊，同埋可以去面對各個嘅挑戰嚟。其實主要係屋企人嘅，早幾年大概20左右啦，我爹哋就走咗嘅，咁而家就我妹妹啦，仲讀緊高中啦，咁得返我媽咪啦，因為我媽咪自己都冇做嘢嘅。其實去一個父母去照顧我哋呢啲殘疾人士嘅時候，佢哋真係好辛苦，等於即係出邊都有講係話照顧一個殘疾人士，等於照顧緊3個正常嘅小朋友，係真係好辛苦。所以其實我自己到而家呢個年紀嘅時候，我自己真係會想
屋企人或者我媽咪係真係輕鬆啲，又或者可能始終佢以前係為咗照顧我哋屋企人，係真係未試過自己有休息嘅時間。我爹哋佢自己係以前喺我嘅時候，佢係一個人自己打2份工，咁所以我媽咪係全力照顧我嘅，變相佢哋係冇一啲自己嘅時間或者去旅行啊，去望下呢個世界有啲乜嘢啊咁樣，所以我自己係會想憑我自己嘅努力，令到佢可以去見下呢個世界有啲乜嘢，譬如去下旅行。我冇能力帶佢哋去旅行嘅時候，我能夠俾錢佢哋去旅行，即係俾翻佢哋一個自由嘅時間俾佢哋咯。佢哋想做啲乜嘢就做咯。所以呢個係我自己目標，去令到佢能夠放心，或者唔需要擔心我同或者我妹。認識我啲姨姨啊或者姐姐都話你好堅強啊，好樂觀啊，定係？但係我覺得有啲嘢唔一定話要去悲觀，或者有一個好差嘅方面去望佢咯。其實有啲嘢可以係向上望嘅咯。所以屋企人嘅母愛啊、無私嘅奉獻係好偉大嘅。你未來有啲咩目標同埋計劃？首先完成咗個大學先啦，係咪先？之後再揾份穩定嘅工作啦。咁其實人生主要係平平淡淡嘅。如果有再有心去讀書嘅，可能再考慮會再讀可能碩士、博士咁樣。但係呢啲後話啦，咁樣就先讀好個書先。有啲咩説話或者啲座右銘啦，分享俾我哋啲面對挑戰嘅家庭觀眾，去為大家一齊加油打氣咧。我自己最深刻認知到就係你唔需要去介意人哋嘅眼光，只要你覺得呢個決定係啱嘅就去做就得㗎啦。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我而家咁嘅行動不便啦，又或者相同人士你走去讀個社工做唔做到㗎？因為始終係可能社工需要搞好多活動啦，要走走趯趯啦。但係唔好意思，我可以好話俾大家知，我係一個坐唔定嘅人嚟嘅，我都係坐唔定，由細到大都坐唔定嘅，係啦，所以唔需要去介懷人哋嘅眼光，其實你只要相信你自己夠自信，乜嘢都一定係成功嘅。今日非常感謝甄姐姐喺百感交集嘅訓練當中抽出時間接受我哋嘅採訪，分享靠住毅力同唔放棄嘅決心，將唔可能都變成可能。只要你唔放棄自己，世界就唔會放棄你。在此都祝福甄姐姐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好，而今集我哋都唔例外嘅，都會以一首歌嚟作為總結嘅。當一切完全不像你預期，才明白不可心死，沿路再走幾千公里，要做最好的你，假使世界